长荣航空的女性空服员日前出面指控，在班机上被一名体重约200公斤男乘客要求协助如厕，对方还逼她穿裤子和擦屁股，让她整个人身心受创，准备留职停薪接受心理辅导。许多人对于空姐这个行业十分羡慕，但他们平日也得处理许多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。一名女性空服员日前发文气诉：我不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会这么想1秒离职，我会这么觉得自己被深深羞辱。提到当时机上有一名美籍男乘客，体重胖到200公斤无法行走，一上机就要求换到经济舱3个座位。接着他说自己想到商务舱上厕所，基于人道理由帮忙协助，不料对方却要求他帮忙脱裤子，还要帮忙擦屁股，最后是由座舱长帮忙处理，不料美籍男却还发出恶心的呻吟声。这起空姐的经历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。几年前有一个谈话性节目《青春猛回头》，其中一集邀请许多空姐分享工作时的甘苦谈，最近又被网友翻出。当时一名2年资历的空姐 Angela 起初感到奇怪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走近一看就看到一对男女正在做一些激情的行为。该名空姐说，当下她和一群空姐就躲在后方的厨房偷偷看，却被主持人提出疑问：身为一个空姐的道德应该非礼勿视或制止吧？对此空姐解释，因为他们没发出声音影响到其他乘客，所以就没有出声制止。